歡迎收睇東張西望啊！嗱，天文台咧喺今朝早啦發出我哋今年咧首個嘅酷熱天氣警告，但係娛樂圈亦都非常之熱鬧啊！而以下呢一位朋友咧一朝早就出嚟做善事啦。哇！今日天朗氣清，又有海鷗，又有靚船。Leon 唔通嚟呢度度假？唔係 ，Leon 今日係出席節目《萬眾同心公益金錄影蛙艇比賽項目》。平時做開水上運動嘅佢，唔知今日又預備成點呢？準備功夫就係不足嘅，不足啊！即係用外勤準備功夫啦，即係譬如啲救艇啊、救生衣啊嗰啲準備咗喺度。咁根本我自己亦都同阿 Daryl 咁今次喺呢個咁靚嘅無敵嘅海景度，今日好彩一件事，個浪咧好平。之前有冇勤力啲練習？練咗一次，只係得有時間做一次啫。嚇，我本來Thomas Wu 話，不如踩單車。我話唔好啦，咁熱天時踩單車都係撐艇算啦。咁點知 TVB 監製何小慧咧就俾咗張相我睇，個船咧咁肥嘅，有兩個槳啊，我幾好幾容易爬啊，我不如爬艇啦。點嚟到現場咧個艇咧已經哇變咗咁長啊！吓，咁點算啊？唔使擔心，你睇 Leon 上到船之後，蛙得有型有款，而且仲同我哋揮手添。天王真係天王啊！哇！烈日當空蛙完艇，你有咩感受啊？起碼唔使喺12點蛙艇，咪好彩咯。因為烈日當空曬喎，真係。唔算噶啦，今日起碼有啲風啦，即係有時翳焗時候仲辛苦咯。咁而家身體邊部分係最攰咧？蛙完艇。暫時冇。我觀察到一樣嘢喎，當你攞遮嘅時候，哇！你隻手紅到。我嘅手紅係因為我嘅品種啊，人嘅品種問題，個手掌紅唔關揸嗰個軚盤事。天王手就係咁紅。朱砂掌啫。